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这个现状啊。昨天9月10号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通知。这是什么一个通知呢？对吧？我们就要从这个通知聊起。它这个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乱象。非法牟利行为包括炒作虚假内容、散布车企负面话题、恶意解读车企销量波动，以赚取网络流量、获取商业利益。这个主要是跟那个黑公关，对吧？水军什么的相关。以虚假或不规范测评等方式获取商业利益，甚至要挟车企提供保护费，易取非法牟利。这个也是跟那个黑公关有关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制造新型网络水军，亦是整治目标之一。按照这个通知对汽车性能、功能、销量、质量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车企操纵机构或评测类账号开展虚假或不规范测评，巧立名目发布销量排行等各种榜单行为，都属于夸大和虚假宣传。实际上这些乱象早就饱受这个外界诟病互联网营销、饥饿营销，咋不去管一管呢？怎么管呢？对吧？说到这个虚假销量，这些数字难道都不是汽车厂商自己公布的吗？对吧？来个汽车新品发布会，完了24小时之内，对吧？订单就爆满。我不知道这个有关部门怎么管这个事。总之，对吧？大家都看客就是网友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好事的人他就把各家这个主机厂商，就是那个汽车厂商公布的这个数字进行这个相加，说年初至今中国乘用车小订已经突破了5000万台，其中这5000万台里面的4000万台都是在新车发售72小时内完成的。但是这个乘联会公布的数字，对吧？咱们一年汽车销量也只有3000多万，也不知道哪个数字是真的，哪个数字是假的。不知道有关部门这次怎么整顿这个事情。其实销量这个都还好吧，对吧？这个无非就是吹牛嘛，这里面有点水分我也能接受，毕竟很多人买车他不是根据销量去买车我对这个主机厂商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认真对待安全，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车，对吧？对这个司机、对乘车的人，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最重要的是安全。9月5日，中国广告协会发文呼吁对无底线的汽车广告营销踩下刹车。该协会以汽车品牌宣称时速200公里瞬间刹停和小汽车将8吨重卡撞得4轮离地等案例举例称，这个前阵在网上炒得比较火。他说智能网联汽车屡屡出现无底线营销，是对各方都不利的多数。最近数年主体竞争逐渐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顽疾，无休无止的价格战是最明显的表现。车市商战跳出常规，网络灰产持续渗透，拉踩愈发严重。对大部分品牌而言，他们陷入不跟进就要吃亏的怪圈，加害者和受害者合一。实际上这就是劣币逐良币，对吧？你要想在这市场待下来，那怎么办？因为这个市场是劣币逐良，那你就得变成一个劣币。那我们要知道形成这个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了这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导致了各个主机厂商都不赚钱。我们用数据说话在我们这么多主机厂商里面，对吧？有20多家，就是你随便一数耳熟能详的，不算特斯拉特斯拉之外，卖一辆车最赚钱的车企是哪一家？把这个账本一拿出来大家都觉得心酸了。2025年上半年，根据这个上市的车企的年报有人统计，单车盈利过万的，就是卖一辆车能赚1万块的，只有赛力斯和长城汽车赛力斯是卖一辆车能赚14800，长城汽车呢卖一辆能赚11100。接下来就是理想汽车每卖一辆车能赚8000块，吉利和比亚迪分别是7700和7200，也就是比亚迪卖辆车平均它能赚7200块钱。上汽集团卖一辆车能赚3200，长安汽车卖一辆车只能赚2000，对吧？卖一辆汽车就赚2000块，这还不算狠的狠的在下面。东风集团每卖一辆车仅赚67块，卖一辆汽车能赚67块钱。领跑汽车卖一辆车能赚135，北京汽车能赚855，好歹这些都能赚钱就反正卖一辆车能赚180块钱，那就
就卖的越多，理论上就赚的越多，所以他就玩命卖就行。但是有的车企每卖辆车赔钱，你受得了吗？越卖越亏，赔钱最多的就是蔚来，说每出售一辆车亏损10.28万，每卖辆车亏这么多啊，人家是真亏啊。我记得雷军说过对吧？他小米每卖一辆要亏6万，好像是这么说过啊。但是那个他只是对吧？这个成本的一种分摊方式。这个蔚来可真是卖一辆车亏10万呢。这蔚来造车也有小10来年了吧？北汽蓝谷亏3.43万，小鹏、江淮和广汽集团也均出现单车亏损数千元。这个数字来源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2025年上半年各家公司的年报，销量高不等于利润高，越卖越亏，对吧？是当前车市一个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各种竞争，对吧？内卷，各种手段都上，也就不难理解。大家都知道这是淘汰赛，这是生死存亡之战，对吧？你要扛不住，那你就被淘汰了。这个吉利啊，那就更让人唏嘘啊。吉利2025年上半年销量涨了将近50%，也冲得很猛啊，市场占有率也是哐哐往上涨。但是啊，这就是叫增产不增收，吉利的净利润反而下降14%，也就是卖的倒没少卖，对吧？占有率提高了，但是啊，更像是瞎忙，没赚到钱，利润反而下降了。这就好比一个牛马，对吧？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天能赚300块，现在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只赚200块了。这个上汽呀、长安等老牌汽车厂商也纷纷跌进增量不增利的经典剧情。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价格战，就是内卷导致的。咱们又得说回去，价格战和内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对吧？就是各个地方政府无序投资啊，大家都上马新能源，都害怕自己落伍了，每个地方都要解决就业啊，都要 GDP 都要增长。产能过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消费不振。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车企是他没有选择啊，不是他们愿意卷让利给消费者，对吧？有钱不赚，都是被迫加入降价这个全家桶，被迫加入价格战，对吧？你不打价格战，你就先被淘汰。所以销量是冲上去了，利润看没了。但是这个不光是汽车行业啊，所以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导致各行各业都一样。这个苹果啊 ，iPhone 17那个发布会，对吧？我虽然没看啊，但是我看了网上评论，给我的感觉就是连苹果现在都开始追求性价比了，这还了得啊！也就是说，连苹果都开始卷上了。苹果它是有很深的这个护城河的，对不对？它那个 iOS 系统是它自己一家在用，它是独特的体验，它根本不需要跟人竞争，对吧？苹果有非常忠实的这个用户这个群体，对吧？连它都开始卷了，搞性价比。所以接下来这个手机行业啊，血雨腥风，怎一个惨字了得啊！我在想啊，那苹果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护城河，它也要卷？那还是就是消费不振，对吧？就是大家花钱更谨慎了，因为毕竟赚钱难呢，赚钱难，花钱就谨慎，再想从我的口袋里掏钱没那么容易。所以对这些车企来说，人家面临的不是说赚多少钱的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在这个市场上活下去。只有先活下去，对吧？才有资格谈发展，谈以后赚钱。所以他被迫价格战。根据乘联会啊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1到7月，我国汽车行业收入59193亿元，同比增长8%，这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成本52056亿元，也是增长8%。整个行业利润2737亿元，利润只增长了0.9%。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4.6%，这什么意思呢？对吧？也就是你把那个钱存在那个哪个城商行3年期的，它不一般是2%的利息吗？差不多这个数吧，少也少不了多少。就是你把钱存在城商行存3年的，利息是2%，它这个利润只有4.6%，比你那个也多不了多少。关键人家还是吭哧的要干活啊，要卖啊，各种吹啊，各种跟人竞争，各种诋毁啊，各种卷啊，你这个存银行你啥也不用操心的。所以说这个汽车行业这个利润率是太低，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5.9%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不过也有这个赚钱赚到手抽筋的啊，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合不拢嘴的，那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上游宁德时代。这个汽车啊，3巨头比亚迪、吉利、长城上半年利润加起来是311亿，这3家加起来311亿，宁德时代啊自己一家就是305亿利润啊，也就是宁德时代一家顶得过这个汽车3巨头加起来利润，平均啊一天赚1.7亿，对吧？那这个每辆车能赚多少钱？这个就是咱们汽车行业的一个写照，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不卷不竞争能行吗？所以各家啊各种招数频出，对吧？各种奇葩的手段呢都要上。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啊，大家看视频。他全款20几万买的新能源电车，你们有什么权利限制他车机系统 APP 过户，而且还远程限电5%啊？
因为他车有贷款没结清啊。这辆车我们是全款买的，而且在车管所办理了登记证书的过户，车辆也正常使用了，怎么就有贷款了？我们后台显示的这辆车有金融贷款没结清。再说了，我们不是针对你们这一辆车，在我们公司做了金融贷款没结清的所有的车都是这么处理的。那你们发现的话，你们这个是属于侵权行为吗？我们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享有完整的物权。你作为厂家有什么权利远程限电？按照民法典的238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损害赔偿。你们应当解除限电措施，而且赔偿损失。我们跟首任车主都签订有云抵押，他们把这个车子的这个电池跟这个 APP 都抵押给我们了，他们有什么权利卖车？我打注一下，什么叫云抵押？什么概念了？抵押是必须要进行登记的。民法典403条有规定啊，以动产抵押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首先没有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二个，民法典404条又有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首先你们没有进行抵押登记，我们作为全款支付的善意第三人，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抗。第二个是我们是支付了全款的，我的这个全款的话是正常市场价，而不是你们这个有贷款的价格。你们有什么权利啊？你们找谁买的可以起诉谁，跟我们厂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找谁买的，我们是可以起诉他，但是我起诉谁，那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自有的一个权利。你作为厂家，我这辆车我享有完整的物权，你就没有权利进行限电。那今天我给你变更了，我给你解电了，那他们欠我的这些钱，我找谁去要呢？这个是你跟首任车主之间的一个问题啊。你们当初为了促进新车的一个销量，办理的零首付、无抵押、信用贷款。那么既然是基于信用做的贷款，你自己找他们进行追偿啊，不可能将你们企业的这个债务危机转嫁到我们每一位消费者身上吧。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企业啊。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我们不调解了。说实话，咱们都希望我们的国产新能源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是最后哪家企业能存活下来，一定是把消费者、把用户当人看的企业。毕竟消费者不是韭菜，割了一波还能有一波。所以我也希望咱们的国产新能源品牌能够有社会担当，有社会企业责任感。那法官，今天那个庭前调解我们可能调解不了，所以这个案子还是正常的帮我们开庭判决哈，谢谢。按道理是说，这个厂家把车卖出去了，对吧？车到了消费者手上，消费者愿意卖给谁卖给谁。但是厂家，对吧？以种种理由，居然可以远程锁车、锁电池、锁这个锁那个、锁系统，这个真是闻所未闻啊！合着那我掏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啊？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厂商啊，把心思用歪了，他不是在这个安全性上下功夫，他充分利用这个新能源汽车，对吧？这个系统好的没学着，对吧？坏的一学就它能花样翻新，它里面有很多功能啊，你要解锁的话要充钱，也就是说，你买了个车，你以为你买了个车，实际上你买了一个什么？一个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对吧？这个也要交钱，那个也要交钱，这个也要充值，那个也要不充值用不了。这个第一财经啊，前天啊，它一个报道叫6省国补资金被骗以及违规使用过亿，说近期啊，26个省份审计部门公开当地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啊，说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地情况，其中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这里面这26个省份啊，就是各种违规骗补是五花八门。这里面其中骗补有一项就是叫汽车置换骗补。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说山东审计报告显示，因主管部门审核把关不严，向报废不符合补贴政策要求货车、中型载客汽车、新能源车67名消费者违规发放汽车置换更新补贴69万元。新能源汽车还涉及骗补。这个比亚迪预测啊，他说随着主管部门对价格战的整顿呢，约100家车企可能会被扫地出局。这是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慕尼黑车展期间表示，他如果不能通过打折来吸引客户，一些原始设备制造商将被淘汰出局，即使20家 OEM 也已经太多。咨询公司估计，在2024年销售电动汽车和混动车的129个品牌中，就是现在有129个这个品牌啊，到2030年，也就是5年以后啊，只有15家能够在财务上
上保持可持续。也就是说，现在129个品牌，5年以后恐怕只有15个能留下来，零头都到不了。也假设这个咨询公司啊预测是对的，那你说这个多残酷？现在129，5年以后只能留下15个，那也意味着还114个要关门。有人预测更严重啊，这个小鹏汽车曾预测全球汽车产业在未来10年缩减至仅10家公司，还是全球，也就是未来啊，这个汽车行业肯定是整合，小品牌根本就过不下去，全球最后只能剩下10家公司。这个对那129家品牌来说，是不是很紧迫啊，很绝望？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前2天啊，1818黄金眼报道了一档子事啊，说这个一个女子啊，因家庭变故想退小米SU7定金被拒，说不是不爱，是买不起了。一位田女士啊说啊，她在线上预定了一辆小米SU7，付了5000块钱定金，计划分期购车，跑网约车，后来家中发生变故，母亲去世，丈夫手术，也就是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所有的这个灾难都一起来了啊，一起袭来，所以她没钱了，买不起这车，申请退定金，但是被拒绝了。大家看视频啊。田女士翻出了这辆小米SU7 Max 的订单页面，价格是30.79万，目前显示订单已取消。她说，去年12月8号跟女儿来到杭州良渚金昌路的小米汽车门店，看中了这款车，她在线上订车并支付了5000元定金。试驾了一次，试完过后我女儿说也喜欢，想着她也喜欢的话，我就先说买就定下来，定下来的话就先跑专车，等专车不想跑的话就给孩子开。但是毕竟这车30万出头啊，也不便宜啊。是的，我打算是分期付款的，首付多少，然后剩下就分5年。不过田女士在今年2月告诉门店销售，我喜欢的小米车现在估计买不成了。她说，就在订车后不久，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双12那天我妈走了，后来就是年前我老公又受伤了，然后就做手术，花了将近15万。这个车贷办得下来吗？我把我的名字给他了，那个小米说办不下来，我说办不下来，那你就退钱给我。他说不行，我就想要回来，因为家里情况太糟糕了，再加上跑网约车现在也赚不了什么钱，我索性就不跑车了，我准备找一份工作。4月28号，小米汽车工作人员告诉田女士，车子在2月份已经下线，本来1周内付款，1个月内申请排产。鉴于田女士说家里有变故，情况特殊，帮忙申请了延期2个月才申请排产，已经到了支付尾款的最后时间。第2天，田女士收到了小米汽车的短信，因为她还没有支付30.29万尾款，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购车协议，订单将被取消，定金不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是说不爱你小米了，是喜欢小米车，但是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能买不起了。田女士的主张，小米汽车方面是怎么看待的呢？金昌路这家小米汽车的工作人员表示无权接受采访，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正常情况下的话，确实是定金只要是锁单了，确实无法退还的。但是呢，您也告诉了我们用户的一个情况，关于您反馈的问题的话，我这里也会如实的去做记录，并且会如实的向上反馈，后续也会跟用户进一步的去沟通确认，看能不能帮助到用户。188黄金眼记者报道。我感兴趣的是，就是买小米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买小米汽车的一般都比较年轻化，这个恐怕是大家对吧能够能想到的年轻人。但是我没想到啊，这个田女士这么喜欢小米汽车，原来是买它去开网约车的。如果要开网约车的话，小米汽车应该不是最优选，对吧？不是有的品牌是专门为网约车设计的吗？那小米SU7它又不是为网约车设计的，主要是耍酷，对吧？主要是提速快，外形酷，怎么还有人买小米汽车去跑网约车呢？不知道田女士这样的人占多少啊？或者是大家平时打网约车的时候有没有打到过这个小米的这个网约车？合理的推测啊，这个只是咱们推测，对吧？小米这种营销方式啊，对吧？大家交定金，有很多人认为有利可图，其中有很多这个是黄牛啊，对吧？他们就冲进去交定金，完了这个准备在二手车市场或者在这个闲鱼上面转卖这个他们这个预定的车，加价5000、1万的或者是3000，对吧？这个倒个手就能赚这么多钱，这是很多黄牛
牛愿意干的吗？就像那个苹果手机以前火的时候，对吧？黄牛倒苹果手机，一部手机能赚少说500，多了2000。我在想啊，这很有可能是黄牛，对吧？冲进去交了5000，但是没想到市场不够热烈。我记得去年有人炒苹果手机，好像就赔了吧？前年苹果手机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比较火，现在你再炒它，消费者已经这个，对吧？你价钱人家不要，说来说去还是消费能力在下降啊。所以说你这个小米汽车你要加钱，人家就不要，对吧？你要不加钱转，人家说不定要了，甚至有人还要你降价。所以说这个黄牛啊，这些人一看赚不到钱，完了可能还赔钱。你以为他真会买车吗？去提车吗？人本来是倒一下的，花5000块钱，对吧？倒一下能赚500，能赚1000，这也不错啊，或者挣5000，对不对？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市场没那么热啊，人越来越理性，不会为这个车加钱，所以这些黄牛被套，想来退定金。我觉得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最后啊，还回到这个通知上来啊，这个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这个整治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让汽车厂商，对吧，聚焦到还是造车本身，对吧，还是行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打击那些啊这个黑公关，这个都是很有必要。但是啊，它能解决这个汽车行业内卷？现在120多家，未来5年只剩下10家、15家，市场这么残酷，所以说靠有关部门啊这种整顿是没有办法消除内卷，也没有办法杜绝所谓的非理性竞争。真正毁掉一个产业的不是这种竞争啊，而是过度投资，而是产能过剩。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